各位莲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下面要跟各位报告，我看了很感动。这一位法师呢，叫做净慧法师，是女众比丘尼。她出生在民国28年，曾经当过法官，当过律师，心地非常慈悲柔软，为善不欲人知啊，常常牺牲自己来利益别人，成就别人。那么法师呢，在出家之前，曾经以陈居士的名字撰写一本书，叫《寿命是自己一点一滴努力来的》。这一本书造成很大的影响力。那么现在我要讲的是他另外一本叫《台湾奇案》，这是他在当法官跟律师期间里面亲自所办过成年的往事，真实的案例。他说有一个焦黑的尸体赤裸裸的缩卷成一团非常僵硬，显然是杀人灭迹的，被人用汽油等易燃物烧过的。当时死者已经面目全非了，不知如何去辨认他。主管认为疑难杂症还是应该有女生出门比较细心，所以他又指派这一位法官同法医前往验明死者的身份跟他死的原因。我们透过媒体发布新闻，并呼吁民众前来帮忙辨认。由于天气非常的晴朗，好奇又是人人都具有的天性来凑热闹的民众很多很多。那么这一位陈居士跟法医忙着做笔录测量，绘制现场的图迹。民众越聚越急越靠近死者的尸体，陈居士请求警察先生别让越逼越紧的民众破坏了现场。突然间，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个焦黑的死尸竟然翻转身躯站了起来，瞬间扑向前方，伸展开他的两手，紧抱住一位围在第一线的年轻小伙子后面。这个尸体很快又与那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向前倒了下去。陈居士亲眼看了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几乎吓破胆失常的大声喊叫：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好多天了吗？他就不省人事了。等到他醒过来以后，发高烧，在医院里面躺了快1个礼拜了。听护士小姐说，陈居士好几天都一直尖声惊叫着：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10天以后，他逐渐的恢复语言能力了，一句一句的慢慢讲，结结巴巴的，全身仍然不自禁的颤抖不已陈居士想，我这一生已注定永远不可能走出这令人恐怖的阴影同事们一个接一个来探望。据说被紧抱不放的那位民众被救开的时候已经断气了。焦黑的死尸两手又僵又硬像上了石膏一样，没有人能搬动一分一毫。后来请来了专家，费了9牛2虎之力才勉强的把这个活人给硬拖出来，但早已没有生命迹象了。这一次的事件使他们单位的主管从此改变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再也不敢让这一位陈法官去验这一类含冤恨死、惨不忍睹的尸体。毕竟小女生嘛，连小小的蟑螂都会害怕，怎么能破这种大场面呢？这个案子明察暗访，耗时了约1个多月，总算破了。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凶嫌竟是那个被焦尸掐死在现场的年轻小伙子法官说，我将近40年来一直在想，人死了就真的死了吗？到今天还会不寒而栗还会做噩梦也还会突然不能自主的尖声惊叫：这个人不是早就死了吗？医生说，我这个病瞬间刺激太大，惊吓过度所引起的。谁能解开这个谜呢？谁能为我收魂押金呢？
因为我的病还一直不好。但世间上真有这种高人吗？各位，人死是死，没有错，但是他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所以灵魂才是真正的你本人。你死掉了以后，你的灵魂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到底你要到好地方，还是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完全由你这一辈子所作所为，你的一点一滴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灵魂是不会死的，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的。六祖大师告诉我们，灵魂是清净光明的，我们的灵魂就自信，它是不生不灭的，是不动摇的。自信是能知万法的，能够知道世间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了解到，当时可能陈法官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佛法，因此一下子惊吓到，突然间那个骨头站起来，而且把凶手抱住掐死他。你想想看，他含冤而死，心里不甘呢，无论如何想尽办法要报复。所以我们人不要做亏心事来加害他人，有一天果报一定会回到你身上来的。这一点呢，借用这样一个公案来告诉所有的莲友们，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警惕啊！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